今日作客紐卡素賽前都預咗，即係都會輸嘅機會好大啦。咁啊，結果呢場就大敗而回嘅。咁第三、第四球就輸得比較難睇啲，因為都係自己自爆而去輸咗嘅。咁我就諗起兩個字咧，就係幼嫩啊！即係相比紐卡素嗰班年輕球員咧，即係曼聯嘅小將啦，或者副選咧，都唔係表現咁好嘅。咁啊，睇下呢一場波啦，咁啊有兩個嘅主要人物啦，咁啊因為就第一次正選上陣啊，咁啊包括咗就門將巴恩迪爾啊，咁啊呢場波奧拿拿就正選後備都冇嘅，咁可能都係俾佢唞下嘅啫，咁啊亦都係一半就説下佢咁樣啦，咁啊因為上場對住里昂就派咗兩球膠。咁啊，呢場波拜仁迪爾都有一球嘅，咁啊踢足啦，終於可以正選啦。咁啊，第一次喺英超上陣。咁啊，另外就係亞馬斯啦，咁啊呢位18歲嘅小將，咁啊踢個左翼位嘅位置啦。咁啊肥嘟嘟咁細細粒粒嘅，咁啊密密布咁樣嘅。咁啊呢場波就踢咗55分鐘左右嘅啫。咁啊位置咁就唔係特別好啦。咁啊當然就你要預咗佢就要上場去吸取經驗嘅。咁呢場波。令我比較印象深刻就係佢一段咧就走咗上嚟咧就配合打咗個小組，咁啊幾快嗰啲腳，咁啊但係就防守方面就企位就唔係咁好啦，咁啊有啲波咧都係佢個位咧就漏咗好多窿嘅。咁啊講翻呢一場波啦，咁啊好早階段就失手啦，咁啊因為喺上半場咧其實24分鐘咧。咁啊，個球波伊薩交俾東拿嚟就好靚啦，即係彈一下撩高個，咁啊對中堅咧約羅同埋呢個連迪路夫咧就完全走漏晒。咁啊連迪路夫冇睇實伊薩啦，咁啊約羅咧就跟唔到呢個東拿嚟，咁啊當然東拿嚟後上嗰下射得好靚啦，跟住完全冇腳影捉嘅，咁啊即係後防嘅失誤啦，可以話呢一球波，咁就我自己覺得就都唔算難睇嘅，相比嗰個其他嘅幾球，咁但係就唔集中啦，好明顯就冇跟人啦呢球波。咁啊24分鐘落後，咁啊但係曼聯其實上半場咧都有啲組織都做得幾好嘅，咁啊包括咗舒克斯同般奴嗰下咧，我覺得好靚，最靚係即係個球波啦。咁啊雖然就唔入啊。咁啊，舒克斯同阿般奴費南迪斯嗰兩下撞牆咧，其實真係幾悅目嘅。咁其實幾賞心悅目啊，睇呢啲波。咁但係就唔係成日有啦。咁啊，去到攀平個球波咧，亦都係嚟自個轉守為攻啦。咁啊，烏加迪攞到個波之後，分俾特洛特，再交俾加拿祖，咁啊，最後射入咗，射破咗阿博巴嘅十字關。咁個波我都冇諗過會追得翻，同埋入到波。咁啊，嗰個波都幾令人振奮嘅。咁啊，同埋即係加拿祖都醒目啦，左腳。好快腳數把腳痛，即係中柱入嘅嗰個波。咁啊，其實上半場曼聯我自己覺得整體嚟講踢得算 OK。咁啊，雖然咧就你要組織就比較困難啲，因為事實上中間俾人塞死咗，即係好難去做到傳送。咁但係偶爾有幾下咧係踢得幾好嘅。咁啊，但係下半場咧完全係兩個境地咯，可以話。咁啊，因為咧下半場。嗰球波左右兩邊嘅翼位都係有問題啦，達洛特同埋呢個阿馬斯咁啊跟唔到對方啊，咁啊結果咧就俾人咁樣打落嚟，結果哈菲班尼斯就撞入咗，咁啊波嚟自左邊啦就對方嘅利華文圖，咁啊傳個斜線落嚟，咁啊右邊啊即刻梅飛走咗上嚟，再傳埋中間俾哈菲班尼斯，咁啊人哋嗰啲僆仔睇得幾好咧，大家見到啲係嘛？相比之下曼聯就。感覺上即係個別嚟睇都係比較幼嫩啲啦。咁啊睇到55分鐘就換咗3個人啦，咁啊包括咗美森馬、海倫同埋多古啦。咁啊其中就即係換走舒克斯係因為佢受咗傷，咁啊呢個就真係我覺得成場波最陰中嘅地方啦。因為其實我覺得舒克斯呢場波踢得幾好，同埋佢開始慢慢漸入佳境。即係你見到佢好醒目咧，即係譬如德位嗰啲，去到個波臨尾差唔多到嘅時候咧，佢先埋去食位或者去攞個位。咁啊，同埋其實佢自己信心大㗎啦，好多時候都肯即係推個波啊等等啊。咁啊，但係就係嗰下推波咧，就變相佢跑嘅時候就拉傷咗大腿，即係後大腿個位，咁啊弊啦。咁啊，因為起碼頭3-4個禮拜㗎啦。咁啊，即係嚟緊歐霸咧對里昂嘅8強次話一定唔使預佢啦。咁啊，嚟緊有好多賽事都未必佢踢得到添。咁啊，真係幾陰功下，即係去到呢個時刻咧，即係踢得比較好嘅球員咧就反為受傷。咁啊，結果就換咗3個人啦。咁啊，
換咗落嚟就比較散啲啊，成隊波即係完全組織唔到，所以點解我話好幼嫩就係呢個原因。基本上喺後場送個波上去中場都好困難，好困難。咁啊結果咧就出咗事啦，連續兩下嘅。咁啊當然就第一下就嚟自馬沙拉維啦，個下波即係老馬燒數可以話推翻轉頭咧就跣腳，咁啊結果益咗哈菲班尼斯。咁你見到哈菲班尼斯真係好快，即係幾有力啊！個球員一推自己推埋去，根本即係冇咩球員追得到佢。咁所以你知點解咁樣？即係唔係好想比較，亦都唔係好想即係踩低自己隊波。但係你咁樣拍落咧，對方嗰啲速率啊、能力啊，即係同埋嗰啲力量啊，都係佔先嘅。即係所以話即係點解呢場波大敗咧？其實我唔係覺得個比數懸殊，而係覺得雙方嗰個別球員咧，你拍落咧，其實係即係爭一截嘅。我自己覺得。咁啊，哈菲班尼斯個球壓埋去咧，其實射得好靚嘅，最後嗰腳咁啊貼住柱入噶啦，咁啊拉開到3-1啦。咁拉開完之後咧，就咁之後又到呢個拜仁迪爾派交啦。咁個球波咧，其實就斬唔過頭，咁啊唔係好夠力水啊，波咩祖靈頓咧頂翻轉頭，咁啊結果咧就俾呢個金馬尼斯咧就射入咗。咁啊最核突係呢球波啦，咁啊自爆嘅。咁所以你見到咧，即係去到臨尾嗰兩球波咧，兩個犯錯啦，馬沙拉維再加拜仁迪爾嘅，咁啊結果 SofaScore 俾佢咧就見紅啊，兩個都係5.6分同5.5分。咁啊，拜仁迪爾呢場波擔正咧，俾人感覺咧就真係唔係好穩定，係嘛？我覺得有啲緊張嘅，始終即係咁樣落場咧，即係成為即係大家嘅焦點。上半場有啲撲救嘅，嗰下連環撲救，咁但係都係彌補唔到佢個犯錯，我自己覺得即係唔應該犯到錯。即係除咗嗰下波派交之外，其實去到下半場一下都幾危險啊！咁樣扣過對方嗰下去論論盡盡，同埋佢攞第一腳嗰下咧，其實攞得唔好咧，對方拍到咧，佢就唔係咁識去運用個空間同時間去再做個波出嚟。咁你當然奧拿拿會相對上好啲啊，咁但係其實究竟依家現今足球係要揾個好識踢波嘅門將啊，定還是一個正常識得撲波嘅人咧？咁呢個即係賽後有好多網友就喺網上面爭論呢一點啦。我自己覺得，起碼佢穩穩陣陣先，即係用腳呢方面係依家要踢控傳，要踢逼搶。但係你如果撲唔好個波，你傳到個波，你都會輸啲好白痴嘅波喎。其實一樣喎，即係我覺得都係未必係一件好着數嘅事喎。所以我覺得起碼揾翻個正常嘅門將先啦。即係如果你用腳踢波，我又唔見得好有效喎。你見到嗱嗱，你度係咪好多時候都斬咗上去，咁樣亦都踢唔到個波落嚟。咁我覺得都係未必係好有效果，亦都無補於事。咁啊，去到尾段咧，其實好多我自己覺得係垃圾時間，佢好悶，因為紐卡素又唔攻啦，曼聯又攻唔到啦，咁啊變相咧就喺度互相叉住個波咧，其實幾無聊下，都冇咩好睇好精彩嘅埋門。咁啊，去到尾段就所以出翻嚟啦，咁啊，因為差唔多1年就唔好踢啦，係嘛已經。咁啊，出翻嚟踢個左中堅嘅位置啦，咁啊就將約羅擺咗去右邊啦。咁另外就文路換咗入嚟啦，咁啊搬到費南迪斯又唞下啦，咁最後10分鐘，咁啊結果就好似我張相咁樣坐喺度啦，同夏摩尼一樣就垂頭喪氣。咁我覺得都唔緊要嘅，只不過係問題係你個3分唔緊要啦，即係俾人入咗4球，我覺得都無傷大雅嘅。係最緊要你自己練到波嘛，靠呢場越賽越錯咁。但係上半場即係都 OK，可以有個效果出嚟，但係下半場完全冇。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唔係咁好啦呢場波咁啊，同埋最緊要係傷咗舒克斯呢下就即係最弊係呢一樣嘢啦。好啦，咁啊呢場波數據其實都好幾一面倒嘅，你見到 expect goal 啦，咁啊即係好多嘅埋門啦，都係嚟自紐卡素啦，咁啊。呢個全失3分之後咧，曼聯就繼續排14，其實都冇乜影響，因為熱刺又係失咗分，咁啊對住狼隊，咁啊反為紐卡素犀利啦，咁啊即係贏埋呢場咧就升上第4位，咁啊仲壓過曼城，仲要踢少場啊，呢要留意住，咁啊嚟緊佢對水晶宮嘅，咁所以其實仲有機會咧，再可以威脅到個第3位置，咁啊可能甚至乎過埋森林，咁所以你見到即係紐卡素
用啲年輕球員咧，其實用得好好，因為你見到佢呢場波都唔係出晒啲最勁嗰啲人，係嘛？你哥頓嗰啲喺後備席啦，係嘛？哥倫威爾遜又係喺後備啦，跟住朗沙啦，咁呢啲其實都有平時都有得踢嘅，咁但係都擺喺後備。咁啊，你見到真係幾個生虎仔嘅，即係其實即係幾有活力啊！你見喺前場，即係佢哋有一樣嘢好咧，就係攞住個波咧，即係一交完波走位或者突然間跑過下，咁同埋又出又入咧，其實你都幾難捉佢。咁所以曼聯嗰啲防線加上即係呢場波冇用到麥加亞啦，連迪魯夫踢個中間咧，其實有少少削弱咗啦。咁所以此消彼長之下，你見到紐卡素即係肯跑，即係肯衝嘅球隊嘅年輕球員，咁啊對住即係曼聯呢一班咧就。我覺得有少少六實無珠嘅感覺，唔知自己想點，見到人就交嗰啲嚟，而唔係有一個 form 去慢慢做，直接知道要點樣走位配合啲隊友啊。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咁呢場波其實杜曹都有嚟睇啦，咁啊都應該唔係睇呢曼聯呢邊㗎啦。咁啊文路都唔係踢好多啦，咁啊另外都冇咩英格蘭嘅球員啦。咁啊翻埋嚟踢對面睇對面啦，係嘛嗰啲。年輕球員啊，利華文圖啊等等啊嗰啲啦，咁唔知佢睇咗啲乜嘢啦。咁啊呢場波咧個焦點就係對面啦，哈菲班尼斯就好搶鏡咧，入咗2球波。咁另外就阿摩廉呢個輪換咧，其實湊唔湊效咧，都係大家好關注嘅。咁紐卡素方面嘅主教頭啦，亞迪荷維就因為病咗入咗廠，咁所以其實呢場波都唔係佢帶，咁啊又諗乜助教去帶，咁但係你見到佢哋即係 keep 住佢有個 form 去踢咧，其實你邊個帶都係咁樣啦，咁所以換人方面都臨尾都換翻啲哥頓啊等等入嚟啦，咁但係其實佢條骨幹係幾好啦，呢度金馬尼斯啦、東拿利啦，再加呢個祖靈頓咧，其實嗰條脊骨嗰條中場係幾好，特別係咧東拿利自己都有講過，佢踢翻個6號位，其實好啱佢踢，同埋佢有陣時後上咧亦都入到波，呢場波都係一個好嘅例子。咁前面仲有個伊薩，咁其實佢哋即係中前場方面咧，即係又快啦，又有活力啦，又夠硬淨，其實都咁，所以其實都係幾食住曼聯，我自己覺得。呢場波曼聯方面就拜恩迪爾再加亞馬斯啦，咁喺呢個聯賽方面咧地標戰，咁但係就大家即係有眼睇啦，咁啊究竟踢成點啊？咁即係對比之下，究竟係用拜恩迪爾啊，定係用呢個奧拿拿，其實都好難取捨，我自己覺得。咁啊，拜恩迪爾就啱啱就27歲生日之前咧就可以有個地標戰，但係呢場波咧就相信都令佢幾難忘下噶啦。咁啊，另外就亞馬斯就18歲仔啦，咁啊之前都有講過話佢有機會落場啊，咁啊結果呢場波真係啦，咁啊佢就同加拿祖配合咗啦，咁啊喺個左邊嘅位置，咁但係就上嚟助攻唔係好多，喺開波嘅時候咧，即係見佢有好多時候都回翻後，咁比較保守啲。咁我自己覺得就中規中矩啦。咁你拍落多股度，咁多股嘅侵略性就大好多啦。咁當然你左邊冇人，咁俾佢試下亦無妨嘅。咁啊，而家蘇爾出翻嚟，佢亦都可以踢破左翼位置，咁都起碼有翻啲人揀下。咁啊，即刻梅飛同埋呢個哈菲班尼斯啦，咁亦都係再加埋哥頓。其實呢個新世代紐卡素方面咧，其實佢個後備力量都好夠，咁加上前面有伊薩，咁所以其實都不容忽視，即係分分鐘真係可以上埋第3，即係下屆踢到歐聯。即係亞摩廉呢個陣式咧，對於紐卡素嘅前場嗰個逼搶咧，其實你碰唔碰到咧，其實真係比較難啲。反為上半場舒亞斯喺度嘅時候咧，其實OK 啲，因為佢真係停到個波落嚟，同埋佢攞個波之前，佢會預判到啲隊友點樣走，呢下係好有進步。咁所以其實上半場其實曼聯都可以靠住舒克斯停到個波再去組織攻勢，咁所以其實感覺上會比較好睇啲，同埋有效啲。咁但係下半場冇咗佢之後咧，就完全海倫做唔到呢樣嘢，我自己覺得。咁所以其實即係越嚟越比較之下咧，其實你舒克斯係比較好啲。咁如果即係嚟緊話賣古攬啊，係嘛？
咁啊或者大立啊嘛。如果有翻一個正宗嘅前鋒喺前面，在中場輸開始褪後少少，其實幻想下啦，即係可能有啲憧憬下咧，即係都會有啲效果出到嚟。如果內季係咁嘅話，咁所以就處理埋今季先啦。咁啊，仲有呢個下半季一段嘅短時間，咁啊睇下曼聯嚟緊，特別喺歐霸方面可以去到幾遠啦？呢個係相信大家都會最關心嗰樣嘢。好啦，咁啊喺呢個英超方面就唔係曼聯嘅 first priority 啦，咁所以其實呢場波勝負嚟講入幾多球都係大家未必最關心嘅，最關心就係舒克斯個傷勢。咁見佢摸住個大腿後筋咧都幾弊下嘅，我自己覺得。咁同埋曼聯依家你其實你爭都冇咩意思，因為而家其實你最高咧都唔會上到去前半板噶啦。我覺得大概11位左右嘅都係最多頂盡，咁所以其實都一係放手俾啲年輕球員去試下啦，或者揾幾個帶住嘅，咁跟住一班年輕球員去試下啦，咁啊真係着眼去歐霸方面啦。咁啊，曼聯就輸咗呢場波之後咧，其實即係近期咧都冇乜點贏過波啦。咁自從呢個輸俾森林之後咧，就連續4場啊，包括喺歐霸嘅賽事咧都係贏唔到嘅。咁啊嚟緊就喺主場啦，就出戰呢個歐霸8強嘅次回合啊。咁就喺呢個18號啊，咁凌晨3點呢場就好關鍵。咁啊首回合2-2啦，咁啊其實應該要贏嘅。咁睇下即係有部分正選冇踢啦，咁或者係踢咗半場左右啦。咁睇下唞咗之後咧，養兵蓄銳咧，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喺呢場咧就贏里昂咧，就可以殺入4強啦。咁啊逐步嚟啦。咁喺英超方面就之後會對狼隊啦、班尼茅夫啦、賓福特啦，同埋韋斯咸等等。咁啊要留意啦，即係5月尾嘅時候會嚟香港啊。咁啊所以其實真係好快，下個月尾。咁啊，如果大家就即係買到飛嘅話咧，就可以即係現場觀賽咧。買唔到應該都有直播噶啦，係啦。好啦，咁啊呢集就講住咁多先啦。咁啊嚟緊對住里昂之後咧，希望有好消息帶俾大家，同埋再同大家分享下啦。下次見，拜拜。